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是新德县湖口乡国民党籍的议员陈德博，今年的5月因为卡着贿选，红判当选无效，又落选头，同款是国民党籍的范锦良地保，但是隔天这个范锦良各方涨着，嘛用现金甲选民来买票，地方法院判定地保当选无效。有关本案，会在定验之后，由内政部发函给新竹县议会，解除当事人的职权，并依法办理递补的程序。原本今年的5月落选头的范锦良地保当选，但是地方法院查出伊用现金来买票，判这个假罪5年，地大公权4年，专案会当过来上诉。新德县嘛将要举行着议员地保的作业。议会来表示，可能有同款嘛是国民党籍的候选人，但备成来地保，但是都要到年底才来公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